要怎么办？那要怎么办？我是大真，我是小娟，我是阿德。今天你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了吗？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丧礼当中的哪一些恭贺为你有听懂了吗？小轩老师，我们在这个告别仪式里面常常会讲到恭贺为为什么要讲好话？对，因为其实丧礼里面我们常讲的就是说吉称，其实婚礼、丧礼都有说好话，婚礼也很多哇，小孩也有啊，修也都是要讲好话我觉得讲好话里面好像有一些，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引导啦但是某种程度也是一个祝福啦。对，说一些好话嘛，对，吉祥话，对啊，像大森，你这个主持婚礼，你有没有主持婚礼？有啊。那你是不是也要讲好话？茶杯金金，茶盘深深，新郎新娘若是无烧金，这杯茶阮都唔敢啉。就是那个叫新娘茶讲好话，厉害哦！对，我们就是要讲说好。对比如说破下拍好大声，就会大家金文在播摸大听对，做押韵的，然后比较有趣的可是我们在丧礼的时候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口气啦，就是不一样的引导的方式。所以司仪应该就没有这个说好话的引导吧？还是现在也有封丁啊？封丁大部分都是司仪做，司仪啦，封丁对，还有点主。点主也要对对对。那传统像沐浴洗身是不是也要？对，可是沐浴洗身大部分都是在自宰办居多啊。现在殡仪馆比较少做沐浴洗身的吉祥话。现在比较少了这个部分，那大部分是由礼仪人员来进行这样子。然后慈生也要讲好话慈生放首尾基本上放首尾都不管在殡仪馆馆内馆外都会做，都是要嘛。所以说好话好像是比较集中在这些，对，其他就比较少。对。可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就会想说，我这样讲家人听不听得懂？就是觉得听不听得懂？听得懂，他们一定听得懂，因为像他们也会问我说：“阿德为什么要讲好话？”我都会说因为亲人的祝福永远不嫌多。亲人的祝福永远不嫌多。不过现在国语比较普及啦但是我们在做告别仪式的时候，大部分还是蛮难记台语较济。对。那其实这个慢慢的，好像大家觉得说，好像是不是这些好话有失去原来的效益存在？那甚至有人说，好像也比较无感会这样子吗？也还好啊，也还好。对啊，因为现在几乎都用国民礼的方式啊，不管你是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外省二代，我们还是分用闽南语的那套吉祥话来下去说，除非家属真的很坚持说他的亲人就是只听得懂国语，听得懂普通话，那我们就会一样讲吉祥话后面可能就引导他们说阿弥陀佛。所以你有碰到那个说他闽南语听不懂？有。也有老农民嘛，然后他们本来就都讲国语的，对，那一家子的话，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必须要用国语来带。我曾经听到有一位，就是当我在上课的时候，学员，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有宗教信仰，好，那他们就是比如说是一贯道。然后他们就说其中他们一位道亲的这个爸爸妈妈过世的时候，然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有请问说为什么这个说好话讲的内容为什么都是可能反正当然都是一些祝福的话，对，好，然后但是他就会觉得说讲这些话他是没有感觉，然后他就去跟礼仪师沟通，你能不能讲一些比较是宗教式的祝福那这个就真的要引经据典才有办法说得出。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礼仪师就会跟他说，那宗教的要怎么讲呢？他说不知道怎么讲啊。好，然后你知道吗？他后来是自己写，他就干脆自己去想说，那用宗教怎么样来讲？所以是由家属自己去写说好话要怎么引导内容。这样也蛮有意义的。然后他说，因为他的家人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去撰写之后，他发现就比较符合他们需要，家属的需要，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这个丧礼的说好话的引导，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克制的，或者是说专门来配合家属的不管宗教信仰或是他们家庭的文化。阿德你觉得可不可能？
如果你都是走流程，那你就是会让家属有这种感觉。可是如果你是会做一个引言，像假设像你刚刚说宗教色彩的引言，那我可能就是得到西方去，莲花朵朵开，类似这样子。那家属就符合他宗教。对啊，如果你是他生活化一点比如说送阿公阿嬷想起阮细汉的时阵，一嘴饭一嘴汤，请用阮大汉，意思用这样下去带，家属也会很有感觉，也蛮好的。对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做，就会做那种就是古诗下去做引言比如说奉献尊严，一盘在我国本是殿中来，好官相信旁来甲人把满九年代，类似这样子。家属然后才开始带吉祥话，家属也会觉得认同，他是有仪式感有仪式感，生活一定要有仪式感。那这个部分呢，他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大部分放在慈生放收尾之前，会有一段这个部分，我们才接慈生，才接放收尾。对，不会让他觉得很突兀，怎么马上进这个流程？就进入到。对，我一定会有一个引言，让他有心理准备。那但是这样子听的家属会不会有人说我听不啦？不会，因为我基本上我们在服务的时候会知道他们家是什么人。那比如说客家人、外省闽南人，然后虽然不管他是不是闽南人，可是孙子辈可能现在的小学生还是都说国语习惯，我就会用国语、台语穿插。所以其实现在也不会都拘泥或是遵循传统那种闽南语的那种说法。仪式还是会以闽南语，可是引导可以口语化。因为我们用自然语了，对，用自然语了，就是真正到了比较传统的仪节的时候用台语，然后到该用国语带的时候我们就用国语带，国语，就转过来转过去，让它自然化，很自然对，这样其实比较好，对啊，大家可以进入那样的一个情境跟氛围。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头要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来说好话沐浴净身的时候，沐浴净身呢，我们会讲到什么嘞？来了，我们传统有怎么样的说法？来试试看。好，你试看看，大声来。家己洗头，爱互恁子孙食甲老老老；家己洗骹尾，爱互子孙人人有好尾。就是要讲这一段话。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听起来都觉得是还蛮熟悉，而且还听得懂了，听得懂的，对，听得懂，对啊，然后再来就是请亲人吃阳世间的最后一顿饭，我们叫慈生，对，喜香。慈生的时候一般怎么讲？这一件吃饭，没有，你前面都会先讲一段引言。对，你怎么讲？像我就会带青山无意探柠檬，草龙亭响电公，邻居何处青山在？总是人口忙一点，人口忙人口，一忙人口转来后，世事万般办不起，一项空手纪念的。接下来我们请家人们跟我们亲人喊一声然后请你来讲就开始带吉祥话。你就叫爸请我修。过来我就会讲进来个人，我都今日在电卡打电话步声，我们来请你食人世间最后一顿饭，然后食猪头，互你食猪尾，子孙帮帮发家伙，食豆干，互恁子孙代代做大官，食土豆，互恁子孙食甲老老老，食鱼食水，互咱子孙是富贵长流水，食一喙青菜，互咱子孙做大善。哇，这个是慈生的部分，就是请他吃阳世间最后一顿饭。对，放首尾的仪式，你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放首尾它其实是有很多红包，是不是？目前大部分有2种做法，第一种就是礼仪公司可能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子孙众多，请他们准备2包，然后等做完仪式后再用2包去分配。那我个人比较偏向有多少人就准备多少包，然后做完后再将这收尾前的红包一个一个发给各位，我会把它创造仪式感，这是我个人在做，就不怕麻烦，我会建议这样比较有仪式感。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对，对，不然你那个做完才有感觉啊，才在那边分配，好像分账一样。在分什么？对，哪是分账？那个是分他的福气，他的财气，福气啦，他的智慧。但是问题是，这样分的感觉跟一个专属的，对，专属给我的是不同。对，那像我有时候我在做仪式，大家都会做的应该说吉祥话大家都会讲，那我会创造一些仪式感。
红包袋啊，我做完仪式后，讲完吉祥话以后，我会带着他们家人跟亲人说一些话嘛，比如说感谢你发这些手尾钱给我们，然后谢谢您，对，感恩哦。财气、福气跟智慧都赐给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待会要请妈妈代替你将福气延续给我们。然后我就会让妈妈去发这些手尾钱，然后甚至说我会把红包袋用一个福袋装着，然后我曾经还去找过那种木质小汤匙，然后对木质小汤匙，像那种挖布丁那种小汤匙，然后跟福袋放一起，什么意思？扶持。扶持啊，扶持对，然后做完后，未来他们告别式结束以后，他们再看到这些东西，他们就觉得，这就是在天堂的亲人为日后对我们的扶持。这个也是很好，而且很有画面跟仪式感，很有画面。对，家属永远会想到。对，所以这个是你自己想的。对。所以应该我很少听到还加一个汤匙的。对，因为所有的创意都是我们个人所衍生的。而且我觉得这汤匙也很好，它有喂，有那个喂养长大这样的，也挺好的。对，多这一层的含义。所以我们在碰手尾钱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这种吉祥话，比如讲手尾钱是正手提倒手拿，人平顶，人拄平顶，人是有食够抓。好，然后就是我们手尾钱摕起来，互咱子孙好运对你来；手尾钱下落去，互咱子孙就拢买餐具，搁买土地。然后手尾钱下东西，互咱子孙趁钱无人知；手尾钱下南北，互咱子孙趁钱趁甲有达达。手尾钱甲囥互大声，互咱子孙是金文财宝满大厅。我们会讲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闽南语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对，它那个押韵跟意涵，我觉得国语都很棒。我觉得用文字跟国语其实不太能，它很传神对，很传神，而且它就是象征长寿，象征富贵，对，其实蛮好的内容，对，所以在这些话里面，就是他希望都能够把这些都传承下来，而且我觉得我觉得那个说好话的内容，有那种庇佑后代，对，好的意涵，它也有那种期待，对，对后代子孙的期待，对，还有就是勉励，对，希望你们以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希望你们怎么样。虽然有一些还会讲什么。做官发财做官，就是虽然会感觉有一点那个，可是其实还是一个期待跟勉励啦。就是希望你们是好的，好日子的，对，其实想想也是蛮感动的。是啊，所以在这些吉祥话里面，虽然它是文字很短，但是言简意赅，就是该有的重点其实都提到，而且都押韵，都求官、求禄、求福、求寿。对，真的听起来又很舒服。对。然后在封丁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就会讲，就是我们吉祥话嘛。那吉祥话，比如说我们的红丁就会讲说，手持金炮来红丁，当在那把四魂饼，先能北后来管教，注册全部亮降摇，天地开江，一个是两红丁板数在给枪。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封丁了嘛。一点当封加一个，和你家孙帮忙记好到。2點南方廟年會，互你子孫幫發家會；3點西方健身金，互你子孫人賺萬金；4點北方錢開水，互你子孫人大富貴。再1點子孫頂，互你子孫1點傳10點，10點傳100點，千萬萬點。5點中央木皮土，互咱子孫人是萬字平做，大錢大發，大吉大利，大富大貴。然後風頂好，互咱子孫人交在有進步；風頂好運，互咱子孫人做官員；風頂好轉，互咱子孫世代地位富貴是這種上轉。好，这个是我们封丁的时候会讲到的吉祥话。但是我要请问一下大森，你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背很久啊？练蛮久的，这应该不太容易，光这样听都觉得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就是要根据我们当天现场在封丁的状况，然后那个顺序，然后再安排比如说他走路走的比较久一点的时候，我可能还会再加几句话，封丁挂给他这样，包当弄或剪刀，好之类的话，这些吉祥话会穿插在里头。真的不容易，我觉得不容易。这个就是我们在丧礼里头会讲到的这种吉祥话，在封丁的时候大家会听到的时候，对。那点主呢？点主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它比如说在中部或者是在南部地区，它点主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我先我念这一段给大家听听看，大家参考看看哈。八点为王，几点为主，
主你子孙好，好如东海；主你子孙乐，乐向前中；主你子孙寿，寿比南山。好，这个是在点主的时候，点王为主，点王为主这个部分。对，对。那其实现在有一些是国语版了哈。那虽然说没有闽南语版的来的工整哈，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我们来试试看沐浴净身，如果念国语版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阿德要不要试试看？帮你洗洗身，想你慈爱身；帮你擦手脚，回忆小儿时；帮你穿衣服，反哺之母恩。帮你化好妆，慈容永印心。沐浴池，这个是沐浴的部分。对，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没有闽南语那么对，因为不口都押韵。没有啦，你在念的时候就是要稍微有一点点韵的那种方式。帮您洗洗身，想你慈爱身；帮您擦手脚，回忆小儿时；帮您穿衣服，反哺之母恩；帮您化好妆，慈容永印心。试试看，还是没感觉，还是没那种押韵的感觉，还是怪怪的，对不对？对。然后慈身的时候，就是吃口鱼，爱有余；吃口肉，有福寿；吃豆干，爱向山；吃韭菜，永恒爱。再吃一口饭，让我们感谢您；再吃一口菜，让我们说爱您。这个有白话一点，这个有白话一点，这个听得懂。有白话，这个是慈身的时候。然后放首尾前，放首尾，一幼子孙年年有余；二幼子孙工作顺心；三幼子孙平安健康。这个也白话，这个有白话了。再来封丁，一点一元皆富实；二点子孙有孝心；三点子孙子团圆。拍谁？3点家族子团圆，4点4季都平安，5点如意万万发。那点主呢？点主，点王为主，世代永昌。1愿子孙多福，2愿路享千中，3愿寿比南山。这样有像吗？感觉很专业，就可能要改成这个方式，就是有一点抑扬顿挫。对的，就是念法可能也要调整。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请问阿德是，这些话都是在做这些仪式都是谁说啊？如果是北部都是宗教师做，宗教师，中南部大部分都是那个穿西装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对，所以一个不一样，北部都是居士或者师傅。对，那所以像阿德，你自己本身是领师，你其实你也都要背，全部的你都要背。对，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同事之间也会开玩笑，比如说假设麦当劳家孙代代做台老，所以你们会这样开玩笑。对，我背到后来都会开玩笑。你们的很多那种说好话，不是子孙就是家属，他会回应说我。对，这个也是常听到人家在开玩笑。是啊。为什么要说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上我们会引导家属说话，我也是告诉他说，代表做这样的仪式，亲人祝福我们都收到。是收到这个祝福，祈福了哈，就祝福。如果是佛教的话，就会讲阿弥陀佛，在后面讲阿弥陀佛。对，因为你直接国语版念有没有也很怪。对，我们就请问有没有这样也怪怪的，怪。对，所以就会说请赞声阿弥陀佛。对，或者是弥勒尊佛。从小到大，真的常听人家就是开玩笑，就是因为就是象征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我们离世的亲人要留给大家的福气。但是有没有收到啦？对，就是把这份福气承接下来，它是一件吉祥的事情。对。所以有时候想想，在丧礼里面这种说好话或者是说这种祝福其实想想也是很温馨对，是很温馨。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插曲。上个月有一则新闻，那个一个司仪在封钉，然后封钉那个封钉官不小心把那斧头敲到他的大拇指，他就砰了一声，然后家属骂了一个脏话，然后家属继续哇，那个很好笑。那个有时候真的没有弄好，就敲下去了。所以它也是一种吉祥话啦。
就是把不好的转化为好的，如果这样子解读的话也是 OK。很有趣哈。对啊，所以您觉得未来对于丧礼的部分呢，更好化的部分，真的会变成像这样吗？火力仔连麦当劳，我应该说，吉祥话的流程我们还是不会减少啊。对啊，可是会把它引导仪式的过程当中会再口语化一点。因为你一定要把它生活化，家属才会有情感，不然现在的子女都可能为了工作啊，在外县市工作读书，跟父母感情可能也渐渐生疏，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些有情感的，让家属有画面。对，OK， 好，今天聊到变迁当中的丧礼说吉祥话，不知道你是不是心有所感呢？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订阅关注我们。那要怎么办？我是大森，我是小娟，我是阿德，我们下期见。那要怎么办？